夫人，当真不愿信我？那好。殿下，跪下！传我口谕，任何人不许对他，对顾家人有任何的追责。殿下，听到没有？是。霜雪不知几时归，但愿相见会会时。殿下，我们走。一画一笔，这一点一滴，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若公子无处可去，不如随我回去某一份差事。什么差事？我的夫君，你既与他有8、9分相似，我便可以助你10分相似。怎么是你？夜里风凉，于是我便来送医了。我发现你不说话的时候更讨人喜欢。夫君，不如叫声夫人来听听。此时此刻将永恒编织。夫人，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夫人这是打算用完就把我丢掉吗？夫君，还要如何？这样够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。既然同路，夫君还是莫问的太过清楚。快走，别管我。我又怎会丢下你不管呢？不必担心，我去就回。夫人，可是我下手太重了。啊，没有，我眼里进东西了。我帮你吹吹。春风醉是醉仙楼最霸道的媚药，专门用来调教顽抗的男子。那他如何？求我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中午沉睡，我敬一杯，别当。
夫人也该知道，并非是我自卑，而是在这权柄之下，与其杀掉一个人，不如让他成为你手里的一把刀，显然后者受益更大。只是我始终是别人的一把刀罢了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卷卷之情长不尽，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。你可识得我的心？我不走。夫君不问我去何处，无论夫人去何处，我都在此处等待夫人归来。没想到，我那身体羸弱的夫君，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家中养伤，怎会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。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早去。早回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。你可识得我的心？小溪和那位三少爷已经按照戴阁主的吩咐带下去安置妥当。知道了。戴阁主可还有吩咐？下去吧。这扶风阁内大婚的物品可要清理。不，你帮我看看下个吉时是什么时候。是。夫人，当真不愿谢我？那好。玄清，夫人，我之前想要送你的手链还在吗？三少主有何指教？没想到，只是与你暂别的这段时间，回来后，竟是这般的物是人非。三少主不必多想，我已差人重择吉日，与三少主再行完婚。我如今变成这番模样，你还愿意与我成婚吗？自然。难道三少主不愿与娱乐成婚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三少主莫要担心，你且回去安心养伤。
待到重定吉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时。戴阁主大人，你可曾见过玄武大人？未曾。是未曾，还是不愿意提起啊？戴阁主为了阁主之位，越级从众兄弟们中杀出，竟然连新婚夫婿都可以杀害，当真会放过与你同为对手的玄武大人？戴阁主果然不择手段，为达目的罔顾同阁之谊啊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难道不是玄机阁教我们的？你们称我一声戴阁主，如今至于我，便是质疑玄机阁。至于越级，或者嫁给谁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们呢？可有自己的选择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三少主夫人又要大婚了。嘘，毕竟家主答应过，只有2人完成大婚，才能将玄机阁交给他。他就这么想做玄机阁阁主啊？前些时日，我还见他与那位浓情蜜意，没想到转头就……他这么做，不是为了玄机阁和顾家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大胆！将这2人杖责20大板赶出府去。我顾家不需要这样背后嚼舌的下人。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饶命！大少主，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听说你在看下个吉时，你当真要与那人？我本就是被家主指给三少主，如今他归来，婚事自然是要继续。可是，下个吉日在半月后，你可以……已经过去了3日，我等不了这么久，在3日之后吧。为何这般着急？霜雪不知几时归，但愿相见未婚时。3日的时间，重新量这喜服都不够。无需重置。可你那喜服染了血迹，随便采买一套便好。你当真想好了？自然。三弟，我是说，与你拜堂的那位，他……我不知道。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你当真考虑好了？是。
三少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夫人，怎会在此？三少主，三少主夫人，你们怎么都出来了？大喜之日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把二姐送的珠钗落在房间了。只是珠钗而已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也是发现你忘了带珠钗。夫人先行过去，我这就去取。如此，便有劳三少主。三少主，吉时已到。主人，属下幸不辱命，已将玄机阁阁主令牌带回。呈上来。是。人呢？都去哪儿了？小的这就去看看。啊！报告主人，戴阁主，三少主不见了，房间被翻得一团乱，暗格也被打开，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下去吧。是。暗格内放了什么东西？阁主令。玄机阁只认阁主令，不认人。你们好好想想，阁主令现在在哪儿？今天谁敢拦我，三少主回来必杀之。之前怕破坏大家的计划，我并未点名。回来的是不是三少主，我不清楚。和你，绝对不是小七。小七曾因院中月凤顶撞过我，那是我本想施以鞭刑，却无意在他耳后留下了一道伤疤。可那日我无意中发现，你的耳后什么都没有。放任盗窃者逃离，以令牌为尊，对其俯首称臣。
岂不是让天下人看我玄机阁笑话？哼！自古成王败寇，既然阁主令易主，那么谁持有阁主令，玄机阁就是谁的。此刻，阁主令就在我主人手里，识相的，给我让开！何总管走后，我如同被断了手脚。这件事你办得很好，收复玄机阁与顾家后，也需要有人打理。日后便由你。不对，那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玄机阁阁主令乃玄铁所制，怎会如此轻？属下不知。混账！皇兄，别来无恙。玄机阁死事，只认阁主令，不问缘由。倘若一日，阁主令当真落在有心之人手里，难道我们就当真可以作为他们手中残害忠良的刀刃？但现在他在你的手上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是玄机阁的阁主。参见阁主！参见阁主！参见阁主！我和你们都一样，自小在玄机阁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每个任务调查的原因是什么，也不知明日又会在哪儿。我们都只是阁中按照轨迹旋转的齿轮，是任何人手中的一把刀罢了。我曾问过自己无数次，究竟要的是什么？是自由？是权柄？不，都不是。我想要的是知道我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，是寻找我心中的道，做自己的决定，为自己而活。即便这条路是一个人独行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也能找到自己的道。你没死。皇兄是觉得我该死于城外的竹林，亦或是前几日的大婚？果真是你！这么多年来，皇兄对我的照拂，这份情谊，我该如何回报？只可惜这刀剑无眼，皇兄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已经2次假死骗我！皇兄难道觉得易容幻音这种伎俩便能骗得过玄机阁？你为了瞒天过海，不惜将那个人毁容？还是说，你以为何总管死后便不会有人怀疑到你的身上了？何总管跟着父皇多年，做事极为谨慎，从来没有人发现他与你的母后，亦或者是右相，应该是与你的外祖父交情甚密，甚至在死前还毁掉了秘密传信的灵属的暗道。只是可惜了，这百密一疏，天字任务传出，灵属未归，恰巧躲过了一劫。
不过是一只老鼠罢了。玄机阁天字任务历来行踪隐匿，可每次任务不可能凭空出现在暗阁，或许夫君可从京城之下的排水管调查起。我们重新挖开了通道，顺着灵鼠，找到了右相府邸。无论是顾问霜、何总管，亦或是右相，都将你保护得很好。我手里没有关于你的证据，只能以退为进，引你入局。哈哈哈！最后的赢家还是我。没用的，我的人随时潜伏在他身边，烟火为令。如果你还在意他的性命，现在就放了我！我的好弟弟，你为何会如此在意他的生死呢？明明你该跟我一样恨他的吧？你的母后之死害你这么多年，形同被废的境遇，都是因为他的无能啊！若我今日与他同死，即便你继承了大统，又怎么能堵住悠悠众口啊？皇兄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在乎他的生死。今日我可以饶你不死，但皇兄疏于管教，我又无法替父皇管教于你，只能请你去皇陵，跟你的母妃好生陪伴。你敢？有何不敢？带下去。我还没说，我没说。殿下，陛下那边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人这一生，何为真假？莫要到了最后才追悔莫及。陛下小心！护驾！快来人呐！有刺客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，护驾！护驾！把他拿下！小心！小心啊！别白费力气了，
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。之前体内的余毒未清，如今又中了暗器上的毒，我是不行了。你和你的母亲真像。你的母亲云穗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她一手创立了玄机阁。拜见阁主。自那时起，我便为她倾倒。只可惜，她爱上了秦宇恒，可秦宇恒却为了家族娶了别人。云穗与他恩断义绝之后，他才发现已经怀上了你。他伤心欲绝，我想娶她，我想给她一个名分。没想到我二人的婚事，让秦宇恒被心魔所困，他走火入魔，将自己满门禁书吐露。我赶到丞相府的时候，那里已经血流成河，只剩他一个人。是我杀了他，的确是我杀了你的父亲。后来，入宫的涟漪出事。我没能救下他，只在刺客手中夺回了被带走的孩子。那个孩子便是顾朝夕。那时候，云穗刚生下你，我们知道宫中生变，为了保全涟漪的孩子，他忍痛将你留在了玄机阁。将涟漪的孩子以自己孩子的名义带回了顾家。我们不是没想过要秘密探查，但因为玄机阁自身传信的隐秘，再加上宫中封锁消息，前去探查的云穗，他最终是我对不起他。昨日之事，就当是对这些年的一个了结吧。玄机阁护驾有功，追封顾江为永安侯，顾家长子，可世代袭承爵位。谢陛下。没想到殷焕竟多年以来处心积虑，如今更是罔顾父子之情而战，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。将他与右相一起交给律审司处置。是，陛下。周儿，你可想要什么赏赐？你方才所言，可当真想好了？是。你想要什么，朕都可以答应，但想娶她，朕不能同意。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此间之事已告一段落，刚好玄机阁在江南的布局有变，我去看看。你没有随我们入宫面圣，是不是已经猜到了那个人的身份？
后来入宫的涟漪出事，我没能救下她，只在刺客的手中夺回了被带走的孩子。那个孩子就是顾朝夕。既然已经知道朝夕是谁，那他的身份也不难猜了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大婚那天，便是你们二人合谋，你早就知道他没死，还是说，因为他隐瞒身份欺骗了你，所以？那日事发突然，我想着将计就计，用阴阳2生匕首让他假死。可是那匕首只会伸缩，若刺入后不流血液，那必定会暴露。所以我想划破自己的手掌，混淆视听。但他……我的确一直在告诉自己，他明白我的用意，可我没有受伤。我也不确定，他有没有将匕首上的宝石按下。可能这就是关心则乱吧。现在一切回到正轨了，也好。父皇，为何非要阻止这门婚事？当年你与母妃，不也是力排众议才走到一起，还立他的兄长为将军？可我到最后也没能获得朱德。你若当真要力排众议娶她，就要想想是否能护她一世主权。可你们二人不是已经拜过堂？大哥慎言，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。他终究是太子，而我……如今圣上已封我为永安侯，若你需要一个入宫的身份，我永安侯府便是你的后盾。大哥不是最不希望卷入是非，甚至想过散尽产业，为何答应这样的恩典？你若想去江南，我正好可以将京城的铺面全部清算，随你同去。但倘若你想入宫，永安侯府会永远是你的靠山。原来你我多日的恩爱，对夫人来说，也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大哥，在下不才，也算是帮衬过夫人。夫人之前承诺过，若是我有想问的或是想做之事，尽可跟夫人说。是。为夫家中有些棘手之事，不知夫人可否帮衬一二？何事？我有位心上人，可是他却诓骗我，与我的大哥相知相恋，此事让我甚是烦恼，甚至夜不能寐。是大哥告诉你的？那日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但是顾江，家主始终觉得已无法重回师门，我与大哥商议，将他的尸骨送回天津门。至于当日我为何会潜入宫中，难道不是你说7日后动手？霜雪不知几时归，但愿相见未婚时。我与夫人说过，若在离去，定告知归期；若在远行，定能告知归期。阴谋此生能遇到如此聪慧之人，若是不能携手，定会抱憾终生。
我与夫人在扶风阁中还有一盘残局未了。夫人教我的招式，我也并未完全学会。既然夫人家中之事是由大婚结束，那我的家中之事就由这大婚而起。至于我的家事有些复杂，在大婚之后，我再一一和夫人细说。夫人觉得可好？我自是想护她一世周全，但她从不是我需要保护之人，而是足以与我并肩之人。那夫人可愿相助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，却难相离？困在痛的浅滩，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清风拂流萤斜阳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映沧桑，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，终散场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，终散场。往昔故事心中放。